旅行唔怕跌嘢，旅行之財物收納神器，一於咩都塞晒落去，絕對係方便又安全啊！韓國直送 Brandon 斜孭防盜銀包，呢啲係旅行必須收納嘅嘢，唔見咗一樣都大件事啊！好彩有 Brandon， 佢有超多間隔，可以放你嘅護照，可以放你嘅現金，佢有拉鏈位，唔怕跌錢啦，可以放你嘅一大堆硬幣，佢仲設有硬幣專用位，唔再討厭找錢收硬幣啦，可以放你嘅信用卡同證件，俾錢同過關都唔使左抄右抄啦。佢仲有個暗格位，可以放你嘅機票噶，佢就連外圍嘅背面都仲有個間隔，可以放埋你部電話落去，怕人嘟走你啲資料。呢個收納袋仲有 RFID 防盜添啊，平時俾一俾錢都有排抄袋，拒絕麻煩，用 Brandon 直接扣喺你個袋。方便程度我俾100分啊！仲有佢後面嘅收納位，連 iPhone Pro Max 都擺得落啊！啱啱搞完登機手續，勁大頭蝦嘅我，即刻要擺翻好護照同機票先。有 Brandon 想跌嘢都難啊！而家 JB Shop 仲有一系列 Brandon 嘅收納袋任你揀，仲唔快啲去 JB Shop 門市或者網站選購？